知呢個咩嚟㗎？呢個微針啊，呢度有一個掣，你撳一下咧，咁呢個紅外線再加呢啲針咧，去刺激你個毛孔啊。當你咧係咁樣上下，因為始終都係有少少針吉吉下嘅，不過好少，你自己就住嗰啲力度咁樣去推。咁咧，你大概喺個面度做1分鐘咁就得㗎啦喎。但係你做完嗰分鐘咧，你會發覺咧，原來咧你本身係做嗰啲面膜啊，我咪話做嗰個補水面膜嘅，瀑布面膜嘅。平時咧喺張紙度咧做完之後嚇，20分鐘後嗰張紙咪掹翻出嚟之後咧，再擠埋裏邊啲精華，我就再搽多浸㗎嘛。哇！原來做完呢個微針咧，佢係可以咧好快個面吸收啲精華。咁我而家咧用完呢個微針咧，我再做完面膜之後咧，再攞張紙嚟擠咧，原來佢已經啲精華吸收晒喺我面度，就冇以前咁多嘅喎。係啦，咁1分鐘咁就搞掂啦，係幫助你吸收以後再落嘅精華嘅。好正啊！1分鐘自己熄咗去 ，OK。